爸，我们班明天玩游戏要随机分组，要怎么分会比较好啊？抽籤、捉籌。咁簡單，咪直接河媽咯。咩河媽啊？阿老嘢，你近期煲緊《溏心風暴之家嘈屋閉》咩？咩啊？河媽咁喎，細個成日玩㗎，將手掌嘅一隊，手背嘅一隊，唔記得啦咩？但這樣感覺要分很久啊，有再快點的方法嗎？咁咪點指兵兵咯。又乜嘢啊？點指兵兵你都唔記得？點指兵兵點到誰人做大兵？點到誰人做大賊？東南西北二合一，男廁女廁都入得，入得唔出得變成骷髏骨喎。阿爺講話一套一套的，是要考研嗎？哇，係咯，你哋分隊要玩咩啊？要玩捉迷藏啊！哦，捉迷藏啊？捉咩迷藏啊？係捉伊人、伏呢呢，還有踢毽子、踢毽啊、踢毽啊，還有玩那個蹺蹺板。蹺蹺板啊，係搖搖板啊！哇，你好似嗰啲上古真實咁啊，講嘢咁遠古嘅。你哋而家啲人成日識得玩手機，點會記得以前玩嗰啲嘢叫咩啊？其實我想一想，就分組是吧？還是石頭剪刀布最快。係咯，咁咪石頭剪刀布咯。你剪刀石頭布啊？猜情尋啊！猜情尋喎，包剪揼喎，青春魔教叉燒包，老鼠唔食香口膠，老虎唔食豆沙包喎，未聽過咩？講嘢好押韻啊！阿爺是要當 rapper 嗎？